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oon 啊，歡迎翻到嚟我呢個 Moon's Talk 呢個頻道。咁繼續上次繼許美琪同埋鄭仲豪之後呢，我今次要同大家個別講嘅就係鄭家星啦。咁佢係由美加澳嘅冠軍而嚟到香港，繼續進行中年好聲音4嘅比賽嘅。而佢第一首歌俾大家認識嘅呢，就係他不愛我，當時係獲到5燈嘅。咁我都好同意佢當時係得到5燈，因為講緊要入130強嘅時候，佢個水準當時嘅水準係絕對值得5燈啦。而佢嗰個悲情王子嘅 character 已經係好快脆就突出咗，無論佢嘅外形啦、表情啦、佢個聲線啦，成個唱出嚟嘅感覺呢，亦都係帶俾人一種好沉鬱啊、好悲情啊、好痛嗰種咁嘅感覺嘅。而呢首歌佢嗰個遞進啊、層次啊，係好表現到嗰種男性帶有少少 sexy 嘅感覺，所以令到 Tim Sir 就話對佢產生咗期望嘅。咁我哋一齊聽下佢第一首初試提升嘅《他不愛我》，大家又有冇同感？我看透了他的心，還有別人透露的背影，他的回憶清楚得不夠看清。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電影，他不愛我，盡管如此，他還是贏走了我的心。係啦，咁呢個就係鄭家星第一次介紹佢自己俾大家嘅《他不愛我》啦，印象非常深刻嘅，直到去到中後期，大家都仍然係好記得佢呢一次嘅表現。而佢第二首進行嘅 PK 比賽呢，佢就選擇咗婚紗背後，佢得到嘅係4燈。咁講翻啦，我呢一條片呢，主要係想係好vertical 咁樣講翻鄭家星自己每一首歌嘅表現，睇下佢究竟有冇進步到嘅，而唔係同佢其他嘅選手一齊比較。咁所以嗰個分數上呢，其實我就唔會有太大嘅討論啦，因為已經已成事實啦。再加上其實係佢哋自己個人都會係希望自己不停咁樣進步噶嘛，因為同人哋比其實係除非係比賽係有意思嘅，但係我呢一條片唔係講緊佢同其他人比，係同佢自己比，咁所以我就唔會好大篇幅咁樣去討論嗰個分數，但係希望可以大家都一齊欣賞下鄭家星佢嘅一路以嚟行過嚟嘅進步，同埋有冇一啲嘢更加我哋可以希望喺佢身上見得到嘅呢？咁佢呢首婚紗背後呢，佢當時得到4燈，而成首歌呢，我自己會覺得我而家做呢條片嘅時候，我就再聽翻呢，我覺得係比佢他不愛我呢係更加好嘅。但個拍子呢，就都係有丁咁多嘅唔夠靚啦，咁其實都係吹毛求疵嘅。但當時講緊 PK 賽，如果稍一不慎，其實有機會俾人 PK 咗噶嘛。咁所以佢係成功晉級嘅當時，但係成首歌因為婚紗背後其實都我諗大家都好少聽男士會唱呢首歌啦，而小鳳姐個版本其實係非常之有印象深刻啦，同嗰套電視劇亦都大家係非常之有印象嘅。而佢嘅演繹啊，佢有自己嘅 phrasing 啊，咁其實係令到首歌帶俾大家係一個好新穎嘅欣賞角度嘅。而佢嗰個我會認為係一種喉嚨聲咧，係好似嗰個喉嚨有一啲比較緊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依然係有嘅。其實去到後期佢都依然係間唔中都仲有嘅。咁嗰個如果唔會話太大問題的話，其實可以當係佢一種特色。咁但係如果改善多少少呢，我相信會成首歌嘅聽感呢會更加好嘅。而佢呢首歌係製造到高潮啦，當時嘅預告片呢都節錄咗佢唱嗰個婚紗中背影雙雙遠去呢一段，其實係真係有晒畫面嘅。加上佢當時嘅造型白衫白褲，其實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啊，佢好似真係見住自己嘅愛人去結婚啦咁樣樣。而無獨有偶，佢同佢後面好後期同顏志恒合唱嘅阿牛，就好似有少少相呼應咁樣，唔知係咪佢自己個人嘅故事啊，定還是係佢比較偏向呢一類型嘅歌曲啦。咁我哋一齊聽下佢呢一首男士版嘅婚紗背後。仍然說笑，儘管這是苦笑，
晚睡嘉賓給他慶賀呼叫，奏着仍是昨天的曲調，也許今天談得更妙。好啦，咁呢首就係阿嘉升版嘅《婚紗背後》啦。咁而佢第三首表演嘅歌呢，就係團戰。咁我唔特別講嘅，因為團戰佢唱到此為止，係一班人唱啦。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咁有男有女，同埋當時大家都唔係互相認識得好耐，時間上又短，所以其實嗰個 key 上啊，其實都唔係好太值得講，因為其實幾唔公平嘅對有啲參賽者嚟講，咁其實即係睇爭在係邊個會被犧牲嘅啫。咁好啦，咁總之佢哋就係、總之佢就係進咗級啦。到第四首導師分組賽，佢同黃卓樂唱嘅《大地》，咁當時係得到86分嘅。咁而佢呢首歌呢，又第一次又再帶俾大家係另一把聲，係有新鮮感嘅。佢開得都好靚嘅。比佢之前開得靚，因為好似係開拓咗一種新嘅聲音啦。而佢逐步一路過嚟呢，其實佢個聲呢係冇之前咁一嚿嚿即係咁 muddy 啊。而佢都有少少阿 Paul 嘅影子。當然啦，阿 Paul 黃貫中佢把聲係再清爽啲嘅，再乾淨啲嘅。而鄭家星佢把聲本身唔係即係一種有質感嘅聲，佢唔係嗰種係好乾淨、好清脆嗰種聲音嚟嘅，但係都係好聽嘅，亦都好適合呢首歌。而佢都唱到一種好有男子氣概嘅感覺，好男人好 man 嘅。其實佢呢首歌佢唱得，就冇佢之前唱啲慘情歌啊、苦情歌嗰種男性嘅柔弱。呢一首歌係帶俾一份大家覺得佢有一種男性男子漢嘅味道啦。咁好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佢同黃卓樂咁係直接大家一齊合唱啦，有比較啦，咁所以就會更加突顯到佢把聲嘅辨識度啦，同埋佢嗰個技巧上啊，把聲開啊，咁所以就當時佢自己就進咗級啦，咁而佢個partner 就係要離開嘅。咁我哋一齊聽少少佢把聲，你又覺得佢究竟有冇阿 Paul 嘅影子？在那些蒼翠的路上，歷遍了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亦記載了風霜。好啦，咁呢首就係頭先佢同阿黃卓樂一齊唱嘅《大地》啦。到下一首佢唱嘅係李香蘭黑白榮耀換位賽嘅，當時係咁，而佢得到嘅係82分，咁應該係佢當時嚟講或者到目前為止啦係最低分嘅一首歌啦。咁啲評判嘅評語咧其實都幾唔好噶，話佢個共鳴唔靚啦，把微微直情話佢把聲唔靚啦，唱得唔好聽啦。周國峰話唔夠唯美啦，首歌冇 feel， 咁鼻音重。咁其實呢啲通通咧我都覺得都係嘅。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啲嘅毛病，其實係一直都有噶嘛。咁又點解會一次過晒出嚟咧？講晒出嚟咧？咁佢嗰個鼻音其實係一向都有嘅。咁而家都仲仍然有嘅。咁但係佢改善咗好多啦。至於你話嗰個唯美咁就都有少少個人噶，我覺得。咁係咪一定要首歌好唯美咁樣唱出嚟咧？我又覺得又未必一定係嘅。但係李香蘭呢首歌就真係難嘅。咁亦都可以用佢，因為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有把聲係有啲沉鬱啊嗰種聲線噶嘛。咁可唔可以唱到另外一種氣氛？唔一定要唯美咧。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嘅，因為始終音樂係好多變化噶嘛。但係我覺得佢始終都有個情況就係個尾音啦，唔係好夠穩啦。但係佢嗰個假音咧，其實都唱得唔錯嘅，整體唔係太差，但係就都有好幾樣地方可以改善啦。咁我哋一齊聽少少，睇下評判嘅評語係咪你都同意？怒春風，我心因何怒春風，說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到，雨點投射到照片中，
回頭只羨慕，無法彈到，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像花雖美紅，如冰雖不動。好啦，到下一首就係團隊搶分賽，佢唱嘅係花無雪，當時得到係87分嘅。咁呢首歌呢，最大明顯呢就係佢懶音都幾多喎。原來其實我之前唔係好留意到佢有懶音，可能因為佢嗰個鼻音強呢，所以其實有少少遮蓋咗。但係佢呢首歌好多啊，到嗰個懶音我都係第一次留意到。咁唔怪之周國峰成日都話佢個懶音都依然係有啦。佢個鼻音重啦，呢首歌都依然係。其實我本身係中意鼻音嘅，即係好似梁漢文啊、許志安嗰種鼻音，我自己係中意嘅。但係唔同佢嗰種有少少唔同，佢嗰種嘅鼻音係唔通透嗰種嘅，所以變咗係唔同啦。佢呢一種鼻音係希望可以改得好少少啦。但係佢今次就冇之前或者冇上一首啦咁萌嘅把聲，我會覺得係比之前穩，但係都係啦，一樣係有嗰個尾音嗰度少少咧，係有啲都仲係飄飄地咁樣嘅感覺。而佢個假音喺呢首歌入邊咧，就需要有啲改善啦。整體嚟講，其實佢由第一首他不愛我開始，其實係有進步緊嘅。無論嗰個發聲啊，或者嗰個即係開揚嘅程度咧，我哋係聽到佢有進步嘅。咁而呢首歌咁，終於佢係比起上一首歌82分，佢係可以攞翻高分少少啦。咁都一樣係用佢自己好 signature 嗰種男人嘅痛啊、慘情嘅氣氛嚟營造俾我哋睇。咁我哋一齊聽少少佢首花無雪。情感留在溫泉，全球沒有這樂園，償還共遊浪的夙願，望着一天飄雪打轉，黃葉離地不遠，寒流在接送未完，無緣分承受的美麗，落在心底不要怨。誰也知景色都總會換季，誰也等光陰每滴流逝，誰人可讓飛走的白雪。係啦，大家聽唔聽到啊？個懶音係真係多咗啲嘅。咁好啦，到下兩首啦，就係快慢二重奏，佢同許美琪合作嘅。咁上次都係啦，同許美琪嗰輯一樣啦，我係會一齊講嘅，因為其實都有啲類似嘅，佢哋即係呢兩首歌佢哋嘅表現嗰個成功。咁佢哋慢歌就揀咗《天若有情》、《追夢人》同埋係《紅色跑車》作為快歌嘅。咁而兩首歌佢哋都一樣啦，好似周國峰咁講，佢哋個同步分啦，無論身體動作啊、表情啊，各樣其實個聲咧都係好同步嘅。佢哋係直情係一齊嗰個 dynamics 咧，強弱咧係一齊嘅。咁呢個係我再翻睇之後見到嘅。所以其實每一首歌咧，其實每一次聽咧都有唔同嘅發現啊。咁其實係幾得意嘅。而佢哋呢首歌其實兩首歌都係啦。鄭嘉星咧，其實佢有乜叫飛仔，即係少少型仔 feel 嘅。咁係好似有少少壞壞地嘅男孩啦，嗰個感覺，但係就又唔係話得晒，又好似個暗啞底係乖仔咁樣嘅，但係型仔嘅。咁所以其實成個感覺，所以佢哋兩首歌都係分別得到90分，而佢哋兩個咧係嗰個和音咧都幾好嘅。咁所以其實係嚟到呢一刻為止，我哋都係一齊見到嘉星其實佢係有進步嘅，把聲又開咗啲啦，個共鳴又好咗啲啦。咁有機會可能係因為呢首歌係有啲旋律啦，紅色跑車特別係咁，其實佢可能係其實佢拿捏呢一類型嘅歌咧會比較好，所以佢用到個聲咧係會比佢之前一啲純慢歌啊，或者一啲係要好 sustain 持續落去嗰啲音咧係嚟得更加穩陣嘅。咁所以如果係
知道佢其實佢係強響呢一方面的話，咁佢咪要針對佢弱嗰方面去好好再練習，咁咪會再更加全面咯。咁我哋希望可以一直都見到嘉星佢嘅進步。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兩首嘅快慢二重奏，大家睇下又見唔見到有新發現？原諒話也不講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過去你曾尋過某段失去了的聲音，色的跑車像是帶着神秘，星的街燈充滿愛與悲，色的煙盒盡是愛是遊戲，氣向見你便會跟住力疲。紅色的跑車是誘惑遊戲，崇高的色彩性感帶着痛悲，紅色的肌膚是誘惑原是你，你向現這段插曲嘅迷離，向晚酒醉誰偏偏地，身邊的他亦昏醉。Let's go to highway， 閃出眼淚，在鑽石茫茫然沒去憂慮。Let's go to highway，baby， 留下這打火機在車裏。好啦，咁欣賞完快慢二重唱之後呢，咁其實繼紅色跑車啦，佢已經係初次俾人見到佢嘅舞技嘅啦，而且仲要跳得幾好喎，嗰下瞓低起翻身嗰個為人津津樂道啊吓。咁好啦，到佢下一首人生之歌，佢選擇嘅係平實之路，而揀嘅歌曲係最冷一天，當時係得到88分嘅，咁都幾平實啦，可以晉級嘅。咁而首歌無論個歌名啊、歌詞啊、旋律啊，加埋佢個樣啊、聲線，成首歌都係好入型入格，令人覺得係好慘嘅。而佢當時背後嘅故事就係覺得話佢移民，又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咁就覺得嗰個內心好空虛孤單。咁佢係咪一個好內向嘅小孩呢？感覺上似喎。咁好啦，呢首歌佢嗰啲輕聲呢，係比嗰啲重聲呢控制得好喎，又覺得幾唔錯喎，有層次有遞進嘅，而個尾音啦都係間唔中有少少咧，都係會有啲唔係好穩定咁樣嘅，有少少唔係好持續到去到一個應該表達到首歌情感嗰個咁樣嘅控制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因為佢把聲本身係有種佢同鄭仲豪唔同，鄭仲豪嗰種係滄桑感，而佢呢一種咧係一種好好哀怨啊，好慘嗰種嘅痛啊，男人痛嗰種咁嘅聲咧，所以其實佢演繹呢一類型嘅歌咧，係已經係有咗個優勢，佢唔需要搞好多嘢咧，其實就已經係容易啲處理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優勢嘅。咁我哋一齊聽下Nelson 呢首最冷一天，睇下大家 feel 唔 feel 到佢嘅凍。好啦，咁我哋感受完嘉星最冷一天之後，就去到經典情歌之夜啦。咁當時係由海琪透過海琪的天空咁樣介紹佢出場啦，唱嘅係明知故犯。咁呢首歌呢，我就覺得佢把聲呢冇之前咁 muddy 啦，係清楚啲啦講嘢。雖然都有些少有一兩粒懶音，咁但係都唔錯嘅。而佢嗰個即係佢把聲啊，其實你都會聽到，其實佢把聲本身嗰個質感啦，係偏向滄桑啊，或者叫慘情啦。咁所以咧，其實佢選歌嗰方面咧，大部分都係傾向一啲慘情少少嘅歌嘅。咁我覺得係聰明嘅，因為如果你叫佢唱啲好歡欣啊、好歡樂嘅歌咧，其實係唔夾嘅。咁所以佢呢一類嘅歌，除咗某幾首歌有少少好另類嘅演繹之外咧，其實大部分佢揀歌都係差唔多方向。咁我覺得其實係好嘅，咁突顯自己嘅優點啊嘛，有咩錯咧？係咪？咁而啲評判咧就話佢落得太多感情啦，太爆啦。咁但係鄭子誠咧，佢就幫佢解釋啦，就會話其實佢個 feel 到呢首歌咧，佢係唱到係覺得明知故犯，但係佢義無反顧嘅呢一個 point，其實我都係好欣賞，因為其實佢就係正正講到，我覺得我又唔係好同意評判當時嘅解釋，咁但係就係原來就係呢個原因，因為我覺得係男士版啊嘛，咁其實佢係可以絕對同許美靜係唔同噶嘛，咁所以女仔嗰種會可能係有少少任性，我明知都要故犯。但係男性呢一種明知故犯，但係佢其實佢係唔會後悔嘅，就算我知道係點樣都冇可能噶啦，但係我都依然係要咁樣做，因為嘉星佢把聲本身就係有一種帶有啲固執嗰種嘅聲音嘅，所以其實佢咁樣做呢，我覺得係完全好 match 嘅。我哋一齊聽下究竟 feel 唔 feel 到？
誰也知夜夜與他那內情，可惜我恨了眼睛。真相那需說明，而我卻哼不出半聲。誰也知夜夜與他那內情，甘心去做你報警，得到你的愛情，還要再得到你任性。好啦，終於嚟到佢第11首歌《安歌之夜》，佢唱嘅係翻騰。咁呢一首歌絕對令到佢嘅圈粉翻倍再翻倍啦。佢得到嘅高分係95分，而亦都令到佢可以得到 MVP 嘅。咁當時大家都應該記得啦，佢係唔舒服咁啊，病咗噶嘛。咁而大家都會覺得佢因為病咗，所以把聲會比較自然，冇去過度刻意咁樣去推一啲聲出嚟啊，成咁樣，咁變咗其實咧，大家都意外地會覺得佢有一把新嘅唔同嘅聲音啦，而氣聲啊都用得好好啊，會感覺上成首歌佢好似真係用一把野性的聲音去演繹呢首翻騰啦，加上佢嘅舞技啦，成件事好聽同好好睇嘅，咁真係會覺得會唔會其實快歌或者跳唱輕快啦個歌呢，少少跳，唔好跳得太過度呢，咁會唔會更加適合佢呢？咁我哋一齊聽下佢呢一首比較性感同野性嘅翻騰。明白你永遠也是屬於他人，你我不應一起，為何總走近？由不見不應開始的一吻，延續變了愛與罪再戰的人，夢裏世界遠夜靜得深沉，你我偷的一刻纏綿的親近，來吧即使只可匆匆的擁吻，仍是最愛你與月夜的翻騰。好啦，啱啱諗到樣嘢，就頭先見到鏡頭影到兩個女士啦，咁睇得好開心啦。其實嘉升呢，我會覺得佢俾人一種感覺呢，特別係俾女士呢，會係一種其實佢因為好慘情啊嘛，會有一種好似想保護佢咁樣嘅角度啊。所以點解其實佢咁圈粉就咁解啦。咁佢又跳得啦，咁而佢又帶到俾一種咁，其實男女都會可能有中意有種想保護別人嘅感覺噶嘛，咁所以佢可能就帶到俾一種咁嘅感覺，所以其實會更加令到佢會吸引唔少嘅女 fans 啦。呢個其實係透過頭先嗰段片，我自己突然之間閃過嘅念頭，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啦？好啦，到下一首歌，第12首歌，佢唱嘅係阿牛，係中1、2、3助力賽同顏志恒一齊合唱嘅。咁呢首歌呢，咁又係啦，都一樣啦。其實佢真係一首一首咁樣去進步。其實係周國峰都一直咁樣講啦，就話其實係佢有最大進步獎啦，就係每一首歌聽到佢嘅發聲啊，開始清楚啦。因為以前其實感覺上佢好似係有個麵包喺個嘴度咁樣發聲嘅，而家係粒粒字都聽到晒咁滯，都仲有少少位置可以再調節得好啲嘅。咁但係已經係話有7、8成改善咗好多噶啦。咁我會覺得佢個去到有陣時啲高音啦，其實真係有陣時去線上去個高音咧，係都仲係有啲緊啊，成個喉嚨位置啦嚇。咁即係聽落就係咁樣啦。咁而佢得到嘅89分其實都唔錯嘅，因為其實佢其實低極咧都係80尾咁上下嘅啫。除咗之前有一首歌，咁我哋一齊聽下呢一首阿牛，聽下大家又 feel 唔 feel 到佢嗰個進步？不能回頭。多年前就明言不能回頭，可恨在是我這一頭慢牛，幾年來無法伺候，才和我分手。好啦，聽完阿牛之後呢，咁就到最近嘅2首歌啦。第13首歌可能呢一個係一個盲盒嘅選擇嚟嘅。咁又進步咗啦，又聽到其實佢開得好靚嘅呢首歌。咁基本上佢差唔多每首歌開頭咧都幾好㗎喎。佢啱啱同阿鄭仲豪相反，鄭仲豪有陣時佢開頭開得唔係好夠靚嘅。咁呢首歌咧就聽到佢把聲通透咗啦，開始
鬆咗，我會覺得唔知係咪嗰個聲帶啊、喉嚨位置嗰啲肌肉咧鬆咗，所以變咗輸出嚟嘅聲音咧會聽落舒服咗。而佢一樣啦，用佢把聲線啦，用佢嘅身體動作啊、面部表情啊，帶到呢首歌嘅可能嘅嗰個感覺啦，好唔肯定啊，有少少囉囉攣咁樣嘅感覺，係完全帶到嘅。因為其實一直以嚟佢都俾到呢一種嘅感覺我哋啦，佢已經係自己做咗一個個人嘅 style 出嚟嘅啦，我哋就係跟住佢帶俾我哋嘅就去欣賞，好冇？細細夜雨迎着風飄近，像串起心中一切疑問，相約到此，今已試過時，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對，似是多麼近，但彷彿他的心不愛安分。好啦，咁欣賞完佢嘅可能之後啦，咁嚟到佢最近嘅一首歌啦，第14首歌《我們都是這樣失戀的》嘅環節入邊，佢選擇咗 Kong 嘅。咁呢首歌都係有少少爭議啦，因為當時都係覺得其實佢個演出啦唔係太過理想嘅。咁梁漢文都講得啱啊，其實因為佢覺得其實佢個 key 可能係真係低咗少少，因為其實都聽到嘅，佢後面高音啊、澎湃位咧，其實係處理到嘅，其實都有印有語嘅。如果高多半度，其實都未可以將嗰個情緒更加遞進咯。而佢前面就唔會話唱得咁辛苦，因為其實佢嗰個音域咧，未必係佢自己好經常用啊，所以變咗其實係好少少有少少浮動咁樣，唔上唔落咁樣，就令到我哋聽到其實佢有好多不斷重複都有啲走音位置啦，有少少可惜嘅，即係因為其實首歌我覺得係啱佢唱，咁而嗰個選 key 嘅問題令到佢個表演唔最理想咧，咁係我覺得有少少可惜。不過唔緊要啦，從錯誤中學習，希望下次佢可以喺個 key 嘅選擇上面啊，歌曲嘅選擇上面啊，會揀一啲更加適合佢嘅。咁我哋一齊聽下佢呢首 Kong， 睇下大家有冇同感。我沒有愛過人，只想失戀也有名分。我太樂意獻一吻，為什麼這溫柔會犯禁？好啦，欣賞完阿 Nelson 佢13首歌之後啦，咁綜觀佢嘅所有演出，其實無論佢外形啦、聲線啊、形象啊，其實各樣都係幾吸引，幾有幾可以做到偶像嘅。咁而佢雖然佢個樣咧唔係一啲典型嘅美男子嘅樣啦，但係佢成個感覺咧，其實係幾討好嘅，即係大家都會願意去接受去睇佢嘅表演啦。咁而佢亦都多咗一樣啦，係可以跳唱啦，大家都見到。而佢嘅成績啦，包括5燈、4燈、88、86、82、87、90、88、85、95、89、90同埋88分。咁平均分咧係88.2嘅，咁都仲仍然係未超越到90分啦。咁雖然呢個分數上咧未同其他嘅啲嗰啲叫做高手去比咧，其實可能仲係爭少少，但係佢嗰個整體上嘅接受程度啦，我相信其實佢係幾俾大家容易接受嘅，所以點解佢係做咗人氣王？雖然佢嘅成績未係最頂流，但係佢絕對容易係大家願意去聽佢唱歌，去睇佢嘅 video， 重複再睇。咁好啦，咁我哋都好期待，希望可以佢最後嘅7強甚至乎3強都會有佢份啦。咁多謝大家嘅收睇，臨離開之前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多謝大家嘅支持，下集再見，拜拜。